讲到今仔日台北捷运也传出着冲突事件，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呢，伊伫咧淡水线二线车厢内面凶失控，对一个青训人士嬉戏叫，甚至是要共攻击。有人看讲这办事唔对，要甲人扭开，说公亲变事主，互拍惨落。落尾是4、5个旅客甲人饲咧涂骹，警察赶到位，甲人铐起来。落尾是伫咧台大病院站带落车。 这员警力到场，把人铐起来管束，但查某人情绪真激动，手一直比。几分钟前，伊伫列车内面想要攻击乘客。车厢内面是乱糟糟，有人在喊救命。迄当中有民众看这个情形，随过去斗相共。他就一直喊，我觉得跟政治有点关系的东西啊。他那时候就是感觉就是要爆冲了嘛。那我又听到人家喊救命，所以我才出手去挡一下。这都会挣扎，所以你说受伤那个。 都还好，没有到很严重，就淤青而已。查甫人红掠的，佮一直叮当，中时扭来扭去。但是发生伫初7早起10点外，这个20多岁查甫人是坐台北捷运淡水线二线，忽然间伫车厢内面失控，对一个查某乘客是大细声一直嚷，甚至佮捉对方想要甲攻击。对单身是开始几个乘客拢加入，做伙甲人压制。我们同仁在台北车站月台上车的时候，已看到4、5位民众将陈男压制在车厢地板上。 救护人员评估不需就医，由站方人员及保全陪同陈男离站。有旅客按压对讲机，行控中心立刻请中山站的站务人员跟保全人员上车，站务人员随车陪同警戒，并没有影响营运。台北捷运公司是接到通报，站务员随上车来介绍，列车到台北车头嘛有捷运警察，都好工作结束，准备要坐车，随陪同来处理。伫台大病院站甲人带落车，只是台中捷运逼出随机攻击，才无偌久，台北捷运嘛发生相同的情形，真侪民众即马坐车拢提高戒备。 不太会在捷运上玩手机啊，我也怕哪一天会不小心遇到怪人这样子。带防狼喷雾啊，然后或是就是音乐调小声一点，然后不要睡着这样。有的人是出去坐车加走雨伞，也是防狼喷雾，冇人坐捷运，无搁一直在耍手机啊。这摆好佳在无代志，但是警方提醒讲，只要有可疑的人事物，会记利用对讲机，也是卡110来报案，把潜在的风险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台北看线，咱来看台中捷运顶个月发生乱杀人的事件。为了要强化捷运的防护，除了有警察伫车厢巡逻以外，即马车站也有先抗盾牌和灯土啊，甚至有技术教官指导站务员和保全要安怎使用。做一个防护的动作，这边做，必要时可以借由两侧的部分去攻击对方。 警察示范这盾牌，唔使防卫手动，也使反制。另外有一支会使春秋的长土啊，用伫较远的所在有效来压制攻击者。台中捷运顶个月2日发生压倒杀人的事件了后，捷运警察队伫个车站拢有先放这个盾牌，也有长土啊，结果配合捷运公司家己买的棍啊，提升站务员甲保全的防护能力。增强捷运公司站务及保全人员的自卫能量与应变能力。 为此，各车站民众的巡务处预置防爆钢叉、避盾，令捷运公司亦配置有长棍与防护喷雾剂。很好啊，就要保护站在一线的人啊，有更好的配备去保护他们的时候，至少在遇到事情的当下，是可以大家至少基本是安全的啦。 中捷公司请来台中市警察局技术教官亲身来指导装备使用技巧，甲模仿安怎来制服歹徒。站务中心讲，这正伫采买防挂擦的牌啊，也有防范切割战术的手套。未来会互保全人员早提身躯边，强化捷运沿线防护。 采购额外的我们的一些防割刺的背包，一些防切割的战术手套，以及我们可以防护用的一些辣椒水喷剂。 等等，这些我们后续也会采购到位。捷运警察队讲，对车日开始，中捷随车的警力配置改做1名，配合保全也是随车员，执行列车安全的维护。未来也会随时来检讨群备规划，提升民众对着公共运输安全的信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